台湾民众党台南市党部常务伫主委林彦良的带领，结合青年部的总召集人由信源、副执行长陈柏宇等人，透过手机直播的方式，鼓励青年参与公共事务，并且选伫3月29青年节这天正式成立青年部。今天刚好是3.2青年节，那我们是以青年参战世代共好为号召，那希望青年人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。那我们希望台南的青年人，用他的力量改变台南，翻转台南，为台南做一些更多的地方服务，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初衷。那当然，我们欢迎台南的各个18岁到35岁的这些青年人，可以多踊跃参加政治，因为国家未来需要青年做参与。因为立法院通过下修18岁公民权，因此台湾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以青年参政、世代共好为号召，让少年人来决定家己的未来，用青年的力量来改变台南。青年参政，世代共好，青年力量改变台南，城市撼动，创造感动。青年部，加油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